我是叫令寻寻，但只是名牌大学的昨日校花，毕业就失业的过气学霸，曾经自以为是的骄傲，现在都被啪啪打脸。老公出轨，我二话不说直接离婚，赌气没拿他1分钱。可就在办完了所有手续后，才发现自己有多蠢。我没收入，怎么争取孩子的抚养权？唉，我只能投奔闺蜜，可能。哼，但选择是自己做的，跪着也要坚持下去。我一定会找到工作，拿回孩子的抚养权。我就不信，我才29岁半，我一定会靠自己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事情我们私了吧。你全责，联系我助理吧。哎呦，你就别麻烦了，我给你2000。嘿，这小孩讹我呢。这车也就2000多万吧。没事，有保险。保险刚过期。那大不了就赔得倾家荡产嘛，我养你啊。你怎么这么好呀？早知道当初嫁给你了。哼，当初瞎呗。此刻不需要说实话，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回去待一待吧。这是我一朋友的简历，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工作可以推荐他。周总，怎么又是他的简历啊？宝贝儿，你朋友7年没工作过，你还不让安排当前台，我们怎么帮你啊？对啊，名牌大学毕业的断供女，高不成低不就的。周全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蹭个车呗。有面试啊？投了200份简历，1份约见都没有。那你这穿的够正式的。哎呀，时刻准备着嘛，万一有面试约见的话，马上奔赴战场。又张扬，怎么样？那你今天打算去哪儿？摊赔场。你这衣服也太褶了吧？怎么熨熨啊？昨晚太晚了，我找不到熨斗，我又不好意思叫醒你，所以不下客气。哎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吧，走吧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下前台有人吗？我不就是人吗？找谁呀？前台，我找王助理。你是令学学吗？等我一会儿行吗？我陪老板在面试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公司够了不起啊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我研究商品药，现在让我做保姆。我什么都可以满足老板的，试试我吧。公司在招聘什么职位啊？怎么感觉跟选美似的？老板招聘私人助理，24小时待命的那种，要负责家政，还得对接公司事务。哎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都哭着嚷着跑出来了呀？你没有私生活吗？你不谈恋爱啊？24小时就是将自己卖给他了。那你刚刚不是看着挺想去的吗？我是志不在助理。你想啊，老板他又帅又多金，要是能将他一把拿下，那不什么都挣回来了？人家是想找保姆，有的人却想当老板娘。不过那个小孩居然是老板。今天还有要面试的人吗？还有一位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约他来谈赔偿的，我马上让他出去。请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叫什么？我没叫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令寻寻。29岁，毕业就结婚，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，你凭什么胜任我的助理啊？私人助理是个专门服务于您的职位，除了要做秘书的工作，还要照顾您的生活起居。多年的家庭经验让我有奉献精神，而且还有细心和耐心的优秀品质。记性不错，
临时抱佛脚，还知道上网搜一下助理手册，核心内容一个字都不落的。我欣赏你的应变能力，但我需要的助理可不是一个只会背书的复读机。谢谢你，令小姐。程总，程总，怎么，撞疼你了？那是你的头硬，还是我的胸口硬？我的头。那你该跟我说什么？哦，对不起。快出去！程总，程总，我撞了您的豪车，回家发现我的保险过期了。我问了懂行的朋友，他们说，光修车费就要50多万。我刚离婚，也算是净身出户。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现金还您。如果您可以给我这份工作的话，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助理，因为我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份工作。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而且我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挣钱还您，这是个双赢的事情啊。双赢。但是在你的角度看，对我而言，这就是在做慈善。不好意思，你的故事没有很惨，并没有打动我。你现在要做我的助理，还真的不够资格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出来应聘，记得穿一个整齐的外套。穿着精致笔挺的羊毛短裙，300支的纯棉衬衫，微微露出我的锁骨，站在180度环绕江景的办公室里，吃着助理送来的午餐。如果7年前我没选择放弃职场，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令寻寻，会不会活成我理想的模样？程总早。他怎么在这儿？程总早。我去。他到底要怎么样？他是尊佛，请不走吗？保安赶了，可他总有办法混进来。他也不影响大家工作，就默默的在公司门口。你把他给我喊进来。程总，您叫我。令小姐，你的执着我很佩服，但是你真的不适合做我的助理。你不妨多投几份简历，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程总，这是我这么久以来唯一的一次面试机会。我为我那天心软破格面试你而道歉，我不该给你不切实际的希望。程总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很烦，但这真的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，而且我在公司这么多天，我发现你的面试结果也不好，要不然你就试试我吧，实在不合适，那就算了。我招的是私人助理，研究生学历，英语专8，会做饭，能打扫，还最好受过专业的家政培训，需要24小时随叫随到，没有任何的个人时间、个人需求。我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特殊习惯，真的不是你终于穿了一件整齐的西服就能胜任得了的。你也看到了，我陆续面试了100多号人，每个人都比你优秀。但是这100多号人也不一定可以给你免费试用的机会啊。但是我可以，程总，请您布置任务。那你负责打扫公司，包括厕所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。程总让一下。程总，程总。怎么又是你？阴魂不散。程总，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想着下班的时候在这打扫。我先走了。令雪雪小姐，你接下来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你擦厕所、打扫公司，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。我真的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我们可是有金钱关系啊，50多万呢，这就是关系。您怎么下班时间过来了？因为你一直不接我电话。没听见。
未接来电不知道回一个吗？手机没电了。那你手上拿的是玩具吗？程总，您还有个商务参会要参加呢，别忘了，快迟到了也行。那还不快走？啊，我们母子说话，轮得到你开口吗？大程总，作为程总的助理，我有必要履行我的职责。助理，有金钱关系的助理，他花50万买的你。对，他买断了我的时间，买断了我的服务，我必须履行我的工作职责。程总，请吧。这位女士，可我刚刚好像听说他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，也没打算招你进公司。请问你是哪门子助理？大程总，就刚才这会儿是小程总对我的面试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是的，就在半分钟前，我决定录用他。刚才是他的一个小测试，我对他很满意。程立，你要跟我赌气可以换个方式，请不要拿工作的事情开玩笑。你确认他能做你的助理？我确定，我面试了100多号人，就在刚刚，我决定正式聘用他做我的助理。准确来说，是贴身助理，很贴身，很贴心的那种。简直胡闹！我们真的要赶晚点，先走一步。程总，我真的能成为你的助理吗？程总，你好烦啊！走回家。我成功了。我不同意，我连公司前台都舍不得让你去，你倒好，跑到人家富二代家给人当保姆。哎呀，这不是保姆，这个叫私人助理，说好听点呢就是特助，就跟那个天天上热搜的林一舟的文特助一个身份。人家文特助是男的，老板是林一舟，那人家家里去，放到古代你就是陪房丫头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孤男寡女的，他要是想对你动手动脚，你这小身子板，你能干什么？等等，看，哎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个名片的 title 是前台。哎呀，你再仔细看看，真的是。